从此看过你，又从此你，偷偷帮帮我大大嘅分，唔知愛比起哪位。也係馬薩嘅表情，也係馬薩嘅身影，面前嘅人越來越唔寵愛，記憶中嘅永遠。老天公加深嘅老森林，都有喜愛西遊，西遊一系列迷宮，老世界表下來老煩惱，無處喜愛顯下串串坦白。一個人有幾為難，連續愛騙人不認愛，心中嘅問題愛明白，愛唔確定，愛開始尋答案。Find a way back to your true self. No need to hide from anyone else. Let your light shine, shine on. Look up when you're lost. Look up when you're lost. 下次可以鼓掌了吗？欢迎，请坐。哇，好好听哦！我们现在是要做一个正式的 opening 哈，所有嘅乡亲朋友大家好，非常喜欢今日嘅福喜类呢个节目，我今日聽到一首《東好堂》嘅歌曲，所以上呢下落去受嘅兩種全新嘅作品是新嘅分享，你今日來賓佢係乜啥咧？佢是係你客家嘅創作歌手葉然分享。大家好，我係葉然。耶，出新专辑了！对，我的新专辑《千禧田赛》正式的发行了，耶，开心！今天呢，要强的是哇，我们今天的这个基本应该强力感，你讲天手感音吼，也是最强力的后盾，黑玛莎的黑你感叶爸爸热骨灰信上分享。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入人嘅爸爸，我係熱骨灰。歡迎爸爸，很開心哦。所以呢，問一下哦，爸爸你聽過你彈過兩種專輯嘅歌曲嘛？對不對？有啊有啊。好，那剛才這樣子這麼近距離的提一白，這個這樣子聽，感覺有不一樣嗎？這個依然提的是按燙到哈。講實話吼，該係老燙嘅 CD 係完全係冇可能，完全冇可能哦，完全係冇可能。那像葉穎以前在一些像 Live House 或是其他梯棚衝過的時間，爸爸都有去聽過嗎？有時候他會來。不過今天這樣聽，感覺完全不一樣。對。那你剛剛有感通嘅感覺嗎？感動的感覺。他這個歌聲非常的優美。當然我在這邊要鄭重要跟大家推薦哈，這張專輯是非常棒的哈，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真的可以買來聽聽，真的。對。我覺得爸爸講的是肺腑之言，雖然說爸爸一定會這樣講女兒的專輯，不過先恭喜葉穎出新專輯了，這千呼萬喚始出來，這是我們算是題中就是全客語的專輯，對不對？要不要跟大家好好來介紹一下？好的，我這張專輯是雖然說之前已經也陸陸續續有發表過一些客語歌的作品。但這就是有一個最完整的概念，叫做千禧。因為我覺得千禧，它是可以去用個人的生命經驗去看，它也可以用一個大歷史的經驗去談論。對，所以千禧，因為講到千禧，
后流客你讲欠塞啦，好，就是说其实欠塞讲的就是客家人，对，因为客家人就是一个迁徙的族群，对不对？对我这个包装很漂亮，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因为刚刚叶颖讲到这个专辑的概念，我们分享一下。宝宝，你其实也很知道这张专辑的这个名称，对你来说你很认同，对不对？这个整个概念，他快念。叶颖当初在提迁徙他这个主题的时候，那我一听到我说，哎，很不错啊，好，他来问我，那我跟他讲说，我说。客家人从这个五胡乱华开始啊，那他从一个大历史，然后就整个，然后往南方再迁徙的一个过程。事实上来讲的话，其实人生哈，包括像家庭啊，或者是我们人生在你的生活的历程当中，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在做一个迁徙。所以，当我听到他在说要用迁徙当成这个主题的时候，那我会觉得一方面是。符合了我们客家人在这个迁徙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氛围了哈。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人生的历程当中，迁徙这样的一些主题来说的话，它应该可以取材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当时是非常赞成的。感觉爸爸对这张专辑很投入哎，我们刚听爸爸这样介绍。不过我知道，因为叶颖之前给冲狗的时候，其实有一些陆续有单曲，那这张是算是一个完整的合集。在过去的历程当中，我刚刚看后面那个，就像我们在看那个 raw 卡一样嘛，我们看这像叶国居老师在里面也是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所以有找老师合作。我跟老师合作是因为之前老师的一本散文集，那时候有一个案子刚好是用里面的散文当做文本，结果呢，我也是跟老师来上福气来了，那一次就跟老师聊得更多，所以也算是在节目里面结缘，对，所以这里面很多客语歌词，是叶颖的创作，但是后来也有又请让信上培修帮忙，对，我们算是检查也好，或是给予意见也好，对吗？我其实算是我的第一代顾问是爸爸，对，先有一个雏形，然后一路这样子写啊，然后像国居老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文词优雅、优美的学者的感觉，所以我就很希望这张专辑里面的语汇是可以非常有文采的，然后就邀请老师一起来。我好多事情想讲，我要先讲我刚刚听现场给感不够好，因为。这么多年，其实哈嘎改重走够修，其实我们开始不断的看到他们自己的这个播种，然后现在茁壮，然后成长，然后大家以前对哈嘎改流行够修会有一点觉得距离感，会觉得那好像不是主流，我好像听不懂，大家说我又听不懂，然后台尬什么讲啊，你谈英文够修，你谈韩语歌曲，你也是听不懂，对不对？所以我刚刚听叶颖的歌曲，我的感觉就是。它就是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我反而觉得那个语言特别美，就像我在听法文一样，我先不要管我听不听得懂啊，但是我就会觉得特别美。你听到那样的一个发音，我就觉得应该要让所有改用轻配我跟有上音的狗，我觉得要赶快来听客语歌曲，因为客语歌曲可以长这样，对不对？而且像刚才那一首《卡头》，我就觉得好美哦，对不对？然后这中间又结合了一段英文的构思地读，然后再加上。你那个很空灵的那个嗓音有没有很精致的那个嗓音，听起来特别有感觉。谢谢。对，你看我其实好险今天有爸爸在场，因为访问歌手就是会，因为歌手是一个对我来说是另外一个境界的，另外一个境界的存在。我们先讲一下这张专辑，这个包装恭喜，入围葛莱美的专辑包装设计奖。是的，对，要不要分享一下？好漂亮哦。我们从封面来看，要拿吗？可以，你可以。封面就像是一个罗盘，对。然后呢，这其实里面是有挖空的地方，它可以转出一些关键字，其实就有点像是生命之中有非常多跟你有关的关键字，所以当你在就是露出它的时候，也算是在寻找自己在整个宇宙里面的存在，然后有哪一些字词。有，我翻开到第一页的时候，我来帮你 demo 一下，帮你展示一下。因为我翻开到第一页的时候，上面有很多的英文单词，例如像这边有什么 brain 啊，脑，对不对 ？body， 然后 soul， 灵魂，好，所以很多关键字很用心。可是带起来很用心，我觉得我翻的时候真的是惊喜连连，很像在变魔术。那个大家准备好了没？就是你知道哈，他一翻开的时候，真的让我太惊奇了。你看，哇！这个大家有看到吧？对不对？这个真的很惊喜，而且带起来还用音哦，还有，对，我想说怎么会这么细腻？这个，你看它的变化，对不对？这也是
特别设计。这个图不光是漂亮，对它其实是跟我在这个整张专辑里面写的寓言故事叫《鱼鸟》有关系。然后设计师就把这个鱼鸟用这样的方式视觉化，我觉得是很完美的展现。你在跟他讨论设计的时候就知道会这样，他提出一个概念，然后后来看到结果这么惊喜。是这样我讲的故事，他就说，哎，我觉得好像可以这样，我就说那我们来试试看，然后就是这样的互丢 idea， 然后做出来。哇，所以哈，兄弟朋友，这是为什么这一张专辑包装设计奖可以入围格莱美？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哈嘎自贡啊，我自己是这么觉得，我现在自己都讲起来觉得很荣幸，这样这是客家之光。所以两种专辑其实也让非常多嘅歌曲哈，家下堂多嘅係提首歌曲，像大家先聊下吼，讲歌曲，你來彈起嚟聽一條歌曲。上下有上下，无法用体嘅感情念出来。互相伤害又伤害，也唔係本意殺唔曉地表白。該咋忙你嘅世界，愛還忙了解，強求你。不离开，还忙变做一个好妈妈，爱给妈咪就落地嘞，天色灰，雲散開，總體嘅送掛在心口，夢唔碎，愛唔變，愛的也為你莫走好嗎？心愛嘅小媽應該用伴照顧我。好好听哦，我好喜欢《小马》这首歌曲，因为这个是写给妈妈的歌。对，要不要分享一下？我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的灵感是来自美国女孩，因为她就是在讲母女之间的感情。那时候很有共鸣，就是我觉得母女全天下的母女都非常容易有这样子的感情产生，就是很相爱相杀。所以像编曲里面会用那种有一点诡异但又好像美丽的弦乐，去代表那个很复杂的情感。我听了很有感觉，我自己对，然后我必须要讲，就是我访问过很多歌手，在写歌的时候都会跟阿婆或是家人有关，但这样子的一个编曲的方式，我觉得算是我第一次，我觉得很喜欢。我讲一下我的感觉是，我觉得音乐人很棒的地方是，其实有时候对家人情感的表达，如果你没有什么样其他的方式，其实就透过歌曲。然后我觉得也是自己的一种反刍，然后或者是自己的一种释放。那妈妈有听过这个歌，她喜欢吗？一定要喜欢的吧，面带威胁。妈妈是有听过的，对，因为我在对我在整个专辑我在听的时候，我有放给妈妈听。对我说有2首，应该是跟你是有关系的2首嘛，对不对？我觉得了，应该大概是有一些连接上的。除了这一首《小马》之外，我想不起来了。其实我们现在是很比较浅的去讨论这首歌了，但是我想这背后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对，很想去挖深那个背后的故事黑马改，因为要不然的话，其实不会像有刚刚演讲说啊，我想很多就是母女之间有很多这种相爱相杀的一种关系，又既紧密连结，但是这中间又有很多要去彼此碰撞之后的磨合的关系，这样子，对，哇，这个太有趣了哈！这个是因为有太多歌曲可以介绍，这个是一个这首歌，等一下还有很多歌曲，我先讲一下这张专辑。其实，我发现这制作人
对，有你跟2位是吗？对然后因为叶颖自己也是制作人，所以能帮我们分享一下，很特别。这张专辑就是我找了像是黄松阳老师，对，对，非常棒的制作人。是，然后还有Chun Ho，他也是一个很棒的制作人，就找他们一起来玩里面的歌曲。算第一次合作吗？都认识，但好像真的是第一次很完整的合作。那这一次第一次这么完整的合作下来，觉得怎么样？非常开心，因为就是每一次在录音室的时光都很好笑，就是各种荒谬，大家可以在我的 IG 上面看到各种荒谬，各种荒谬，很难想象叶颖有那个各种荒谬的那种面相。我平常私底下是很荒谬的，真的，就是我们会边做音乐，然后也会就是边各种开玩笑啊，就是在苦中作乐啊，所以其实整个制作的过程是我非常非常享受的一次。对。那制作人这个整张专辑完成之后，有没有给你什么话？就他们他跟我像黄超人他就写了一段话说：“谢谢你做好这张专辑，让我心疲力竭。”然后说，对啊，就大概是这样子。反正就是我们就常常互相开玩笑，很可爱，这代表要关系很好才可以这样子写，对，然后全心投入这张专辑。然后像秋后也就是我今年的几场演出，他也跟我一起演现场。当合成器手，所以就是可以更原汁原味去把这张作品里面的音乐分享出来。因为爸爸应该能够体会，因为对歌手来说，这就像是一个小孩。你知道这是经历了多少的酝酿，然后把它诞生出来，就是自己的那块心头肉。而且当歌手，我自己的感觉啦，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中间其实会很清楚感表现他们其实内心很底层的那个样貌。对。什么样不能讲的就唱在里面，你知道吗？我们很像我来讲，虽然讲她是我女儿，但是我们也是非常的羡慕哈，因为一个人会做音乐，他可以把这个曲，可以把词，甚至编曲的部分全部，然后他可以透过他自己的一些思想可以放进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很令人羡慕。对，所以我们在旁边，我们是非常。那越来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他讲说，哎，你选择这样的一个奉献，对，安的奉献，在做发展的话，我想一开始其实我们是有些质疑的，但后来他慢慢的，然后在每一张专辑的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他的快乐，他的幸福，他每次他跟我们讲说，爸爸，我真的觉得音乐是我要走的一个方向，真的。你是第一次听到爸爸这样说吗？提一百桶的爸爸安狗，好像是哈。真的，对，我觉得爸爸今天也很多节目中告白，就是本来就是应该，这是他快乐的事情。是，对，因为在传统的这个文化捆绑底下，好像就觉得对孩子的期许。有父母的想象在里面，对哈。那有时候嘴巴讲的跟实际行动还是会有一些落差，对不对？好，所以今天算是正式的告白，就是应该要让孩子好好的走他自己快乐的事情，对不对？哈，钻石地图还有一条狗 Q， 我觉得傅一松改 TP， 就是你刚刚讲设计师是就是设计，他知道你的这个寓言听了你的寓言故事，就是鱼鸟，对，他基本上。是一首可以说是全口白的改构 Q。对，其实我就用客语讲了一个故事，因为这张专辑跟移动啊、跟生命有关嘛，那这个故事其实它就在表达的是，生命它其实是一种能量转换，然后死亡可能不如我们想象中的原本就有的定义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表达，大家就是看了这个寓言故事就知道我在写什么，这样。哇哦，而且我觉得我觉得就是你用客语讲一定很好听，对不对？很嘿，因为基本叫佢自家嘅口气，然后因为大白用讲哈冇买口容，你说嘛讲一起包吗？都是这样，他会有自己的口气。对，他那个鱼鸟啊，我听他用客语。这个方式念出来，哇，真的是我觉得好好听哦！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完整，然后把客语，然后用一个语调，然后非常的
精准，然后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棒，对，眼睛真的有光，爸爸眼睛有光，有光哦，我觉得他刚说好好听啊。还有一首零三，对，也是很特别的 Go Q。对，其实这2首都是我做的配乐。那我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之中，有时候我的灵感就是我会听到这些旋律，所以03它其实是我心中有一个画面，它很像是开满着奇花异草，好像不存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地方。然后有很多笛声啊，然后有很多异国的乐器，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地方。可是它是一个欢快像庆典的。那其实刚刚鱼鸟那一首，因为它的场景在沙漠，但是我用了一个有点像是甘美朗跟印度曲调的做一个结合，就是也想要模糊那个所谓国界或文化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的地方，然后在这个世界。对，你要听亚当安用 Think 的时候，我们耳朵可以略略听到我们这一首曲子，就完全是他刚刚讲的那种感觉哈，而且就会跟你听刚才第一首听到 Cattail， 然后再听到小马，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多元在这里面，对不对哈？是完全不一样哦。不用去该鱼鸟啊，他那一首他朗诵的用客语朗诵，我觉得稍微朗诵一段，其实对他，真的你们可以听听看，我觉得那个声音真的很好听。真的太可爱了，我们当然是有听过啊。爸爸说你们等一下会表吗？这是爸爸有没有？你们等一下会放吗？现在可以听到03，我们等一下看有没有机会也把这个鱼鸟那种浪漫的这种好像口白式的这种东西，用不大家看。不过哇又要进广告，不过。有一首歌要 Home Sweet Home， 是不是？我们刚才在讲风妈妈，对不对 ？For Nature 也有爸爸的 Go Q。对，这首其实是我自己因为认识了很多客家人，我觉得客家族群，例如说在原本一个地方，然后来到都市工作打拼。都会有一个好像在家乡等待你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用爸爸在一个地方等你这种印象是很符合大家很多人就是心中的回忆，所以我就把这个歌写出来，而且有一种安心的，好像有一个就像定锚一样，就是很安心，对，就是有个根，然后你就会觉得反正我在外面容易浓墨熊根，最差，我还有一个那个地方，是不是这种感觉？对。我们老家在新竹县的关西镇嘛，关西啊哈，伊当初已经去3岁到5岁的时间，佢在关西3合院长大的，好可爱哟。所以他是跟着阿婆跟阿公，他在那边生活。我们是每个星期，然后才回关西，然后来看他。那我们以前回关西之后，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在3合院，所以他的这首歌曲。也有在3合院里面，然后他爸爸妈妈在，然后他在那边玩耍，所以感觉上来讲他心里面是非常的安心哈。那当然这里面会有爸爸的形象，然后也会有妈妈的一个形象，在整个家庭，大家都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想他这一次创作的这张专辑里面，这个部分我觉得他表达的，我们也看到他的那种心情上的一种转折，就是希望每个在都市的客家人，可能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点自己的故事。你们2个好适合一起上节目哦！哇，因为他们都很精彩，改故事，还有没有改故事？大家先聊，等下你讲再讲。东方姨咧，今日做咧小改恁要让改新专辑哈，哇，这个大家好好的支持哈。东方姨爸爸做咧共下来上节目，共下来分享两种专辑，安样我就觉得爸爸真的对这个还很熟悉。对，然后上台节目咧小改东冇用改歌曲哈，我们个两段节目一开始咧上来一首歌曲。我们有写给爸爸的，有写给妈妈的，哈，这一首是给阿婆的，子耶味，对，很不一样。分享一下，因为这首歌其实小时候对阿婆的记忆是很深的，因为算是给她带大嘛，对，所以就很像是生命中第一个妈妈。那因为她离开的时候，其实心中会有很多哇，小时候以前那些长大的场景。
有土地公庙啊，有我们家三合院的庭院呐，然后以前我小时候都在那边骑脚踏车，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意象，就是以前都会看着后山的树在那边风吹，然后有很多鸟就是飞来飞去。然后听到隔壁学校的钟声，就觉得这些场景都在，可是人都不一样了。那为什么候鸟知道要回家，你都不知道要回来呢？我就突然写了这一段，觉得这就是我最想要跟离开的家人说的话。怎么我听到好感动哦，好有画面，我觉得好险，爸爸你小时候把它放在关系。对，我也蛮庆幸。好的，我给一讲出来，意思土豆推背起，他好险有3岁5岁在那里。你刚刚听到后山的树，对，然后你看那些场景，这是很有画面的，弥足珍贵的。我觉得这是台湾这种农业到工业带到现在，好险有那段经历。对，我觉得对我的成长影响蛮大的，而且在俩属够 Q 的诠释地图，其实气氛上也特别掌握的不一样。对，就是我觉得伤心的事情要欢快的说，因为其实不是，它不一定是要去走向一个悲伤的结局，太煽情了。我觉得反而是用一种庆祝生命的想法，然后让它气氛不一样。就是听的时候，其实心情是可以很 bright。对，因为如果说这是生命的一个过程，对，我们当然会经历很多难处啊、苦难。我的感觉是这样。但这次叶颖对这首歌又用了一个完全 Monkey 改缝隙，它是刚好反面去操作。对哈，就是我觉得阿峰应该也会很开心。是这样，因为不管你的曲风怎么样，但是你在里面投入的爱跟意境，是这么的深刻。我的感觉是这样。他想说，刚刚有关歌怎么变了一个很 modern 的电子乐？阿峰很开心，你刚刚很可爱。阿峰想说，跟我有关的歌怎么变成一个这么现代的电子乐，很棒啊！我觉得，哇，这叶颖，我好像慢慢可以体会，在 IG 上可以看到他比较不同的面向，这样子动等一下。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更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叶颖是漂漂亮亮的，因为她看起来是一个很时尚的、很棒的女孩。那音乐也是，可是你看，音乐人就是这么有趣，她内心哇。好多的情感在里面，所以这次这张专辑还特别转以冠系改萝卜办一个发表会，没错，还把粉丝带回去，没错，哇哦，这一场我心中想象很久了，很开心，很谢谢我的团队们，真的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既然讲到家，讲到我们要去看来处。那其实就是一定要就是回到家嘛，所以邀请大家来家里吃饭这件事情，是因为小时候你看以前那种印尼节啊，然后过年过节，我们家都是超级热闹的，会非常多人回来祭祖，然后或者是在庭院吃半桌。吃客家菜，所以是传统，直接传统改家台尬厅哇，对，好棒，一个大家族的感觉。我们关系的家族在从大陆到这个地方来，大概经过到我大概差不多有7代。哇，所以很早就来到台湾。对，叶颖他们是第8代。哇，所以真的回去那边办，然后粉丝有没有很开心？对啊，就在南洋堂前面唱歌，然后祖先在后面，那种感觉超级神奇的。可是很浪漫呢，很魔幻。对，应该也吃得不错哈，吃得蛮好的哦。然后又觉得说哇，完全把小时候的场景，因为家人离开之后，其实会慢慢有凋零感。对，可是又可以再让这个庭院这么热闹，我们周围的亲戚啊，那种堂兄弟姐妹什么都觉得哇，老家好久没有变成这样了。其实大家都很开心，连那个场布植物都是隔壁邻居堂弟那个借我们一起来布置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可爱的活动。怎么办？好想去国外宣传哦！我要台尬拱，你看我们台湾歌手，我们跟你们完全不一样。你知道，这就是这个时候也会看到这个族群文化的珍贵。对，因为 Tailpipe 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到都市打拼，我们离乡，我们北漂，我们要现代，就像我们 modern 什么的。可是你知道，这个时候返璞归真，就是你要回到我们过去那位很珍贵的给情感连接了。我的感受从叶颖这边得到。这次我之前访问过叶颖，可是我今天访问叶颖，我觉得这个整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对，之前聊的是不一样的事情，这次。我在叶颖身上看到一个很强的一个正能的能量，然后跟很欢愉的感觉，带来一个圈性感走频道台尬的见面，怎么办？应该要访问2小时才对，赶快来进行我们的快问快答。好，蛮多题目的，先问
简单的好嘞，就是写歌给家人会害羞吗？会，会，你刚刚写给爸爸妈妈、阿婆会，为什么？因为要讲到因为其实创作有时候是你有一个核心，对不对？然后你其实是需要去扩大那个感情的，所以其实是都会是比较强烈的东西。就像说我们写戏，有些会虚构，有没有？因为你要有那个是 drama 的部分。对，爸爸，你收到他写给你的歌会害羞吗？他刚刚说写歌给家人会，那爸爸呢？不会啦，因为我跟叶颖他平常其实是，在互动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其实有时候啊，因为他有时候我会跟他是去约在咖啡店里面喝咖啡，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我知道他在歌曲里面做这种表达，我不会太惊讶，但是心里面确实很感动的。哇哦，好喜欢听爸爸讲因为叶颖的表情就会觉得，没想到他内心在想，他一直很担心，讲说，哎，我会不会说出一个？每次爸爸一讲是他是对，每次爸爸一拱妹，然后叶颖的表情，对，他就在想说现在是要讲出什么，很认真、很专注。好，最后时间很有限，来，我们这个时候来给对方一句话，谁先？谁要先？好，爸爸先，因为我怕你们偷学人。叶颖真的很棒哈，因为他做他自己哈。那事实上来讲的话，其实叶颖从之前那么一直表达说他要做音乐的时候，事实上以家里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当然其实并不是说哎这个所谓的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是看他一路上，然后非常的坚持。那事实上来讲的话，其实他在过程里面，其实他有很多很好的一些机会，他可以转到其他的一些领域去的哈。但是他却是非常的坚持，是讲说最后他发现讲说音乐还是他最喜欢的这条道路。那我会看到他的一些成果，哈，那也看到他在这里头情感表达，然后看到他的一个成长，我觉得他非常棒。继续加油！我觉得爸爸其实讲那么多，就是非常棒，加油！对，其实很 proud of you 啦，是这样，真的，对，好，要从一个哈嘎改爸爸讲出安样改 boy， 其实也是某买安简单。虽然讲爸爸其实是很开明的这个父亲，好，那叶颖你要给爸爸的话，我觉得呢，我很谢谢爸爸跟全家人的支持。因为这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我觉得有家人的力量是一个很完整的，就是很圆满的人生。然后做着喜欢的事情，然后亲近的朋友也有，亲密的家人也有。然后像是我弟弟，他也是我的音控，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全家人其实参与我的生活是，反而是在长大之后越来越密切。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很开心。像我们全家人今年才一起出国旅行，羡慕，好，很可能我感觉上我们应该要录2集，对不对？我们还有好多歌曲可以听，还有都故事走在分享哈。我了是很你基本有人带了一个性正戏，其实有很多宣传改法通，然后很多的字型，我们都可以上叶颖的这个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哈，走在以了解啊。今天非常感谢叶爸爸，然后叶颖来到这边跟我们分享。最后分享一下这个专辑的部分是，因为播出的时候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再版，但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的话，可以在我的 IG 上面看到，我们如果有开放，再可以预购之类的讯息，对，就请留意，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对，而且要加快脚步，要的话赶快加1，使还勇敢饮食什么？好，太好了，注意哦哈，一定要拥有这么棒的一张专辑。所以今天谢谢叶颖，祝福叶颖，也谢谢叶爸爸，谢谢下次一起再来上节目，好吗？好，升温主持人哈，嘿，多两位呢让享受感乡亲朋友跟下来做人头了。好看福喜类咧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聽站哦，還有聽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支影片分享出去哦。